网友寄来的大宇 Steamer 通电测试没反应，拆开来看看什么问题。有虫，快点熄掉！大宇做的东西都很不错，里面的构造做到很整齐，只是维修的时候很麻烦拆啦，很多东西要拆。这里不通电，应该是 thermal fuse 烧了。为了更换一粒 thermal fuse， 需要把整架机差不多拆到完，才可以看到那粒 fuse。就好像在靠雷这样，你需要撤掉它的那一层又一层傲娇又坚硬的外壳，最后才能看到里面那个缩成一团正在等人去抱抱的小真心，是不是这样？你觉得准不准？来啦，在下面分享一下你的看法或是你的经验，大家一起研究研究。靠雷靠贼那种事我不敢确定，但是我可以确定这粒 fuse 烧了，帮他换上新的一粒。弄好了，装回去，通电测试一下。搞定。